睇一林 Sir，最近都可以企得穩喎。嗱，咁啊，其實如果睇翻之前咧，我已經講過噶啦，兩間美資行咧都對佢咧係有一個正面嘅評價。第一就係高盛，第二個咧就係花旗。高盛唔係花旗嘅主要嘅重心點就係話咩咧？雖然國內嘅銷售量啊係下跌咗，比上個月佢係上升嘅喎，只不過比上年下跌咁解嘅啫。咁但係咧11月份嗰個出口車呢個冠軍寶座，比亞迪已經成為 No.1 最大嘅出口車。咁啊出口車呢方面嘅毛利率咧係高過呢個國內售價嘅，因為國內嚟講咧係好多內卷啊嘛。咁所以內卷之中咧，咪大家咪鬥着價咯。但海外唔同啊嘛，海外冇內卷啦。再加上就係咩啊？今時今日你睇下，全個中國所有嘅汽車嘅車企，有邊一間好似學比亞迪咁樣，總共有成3艘呢個運車船嘅。自從呢一個2022、2023年之後嚟講咧，由於越嚟越多車係出口去啊，咁所以咧以前嗰啲咁嘅運車船嘅公司咧係好平嘅。最初嗰陣時咧係唔知800蚊美金嘅啫，後來咧增加到1500蚊美金一架，11000蚊呢個人民幣嘅咯。你諗一諗啦，比亞迪喺第三季嗰個單車利潤係幾多錢啊？個價格係大約嚟講都係唔知個6-7千蚊人民幣一架，但係你運車嘅成本都要講緊成1500蚊美金，即係圍到成11000蚊呢一個人民幣。咁所以如果你自己冇自己嘅船隊咧，賺埋嘅錢都唔夠俾佢。咁但係好彩，比亞迪有自己嘅船隊，佢個運車嘅成本咧係出邊嗰啲其他嘅運輸商嘅一半嘅啫。咁所以咧，淨係呢方面咧都慳咗好多。咁所以而家高盛啊、花旗咧就係話佢未來嗰個海外出口咧係可以為到2026年呢個順利方面嚟講嘅淨利潤咧係有一定嗰個正面嘅幫助嘅。咁所以我係認同呢一方面研究嘅報告。咁所以對於明年2026年咧，比亞迪嚟講咧嘅升勢咧，我覺得有機會咧係跑贏大市嘅。咁所以咧，今時今日呢個價格梗係唔沽啦。就算你要沽佢要食糊，最少都要升翻穿呢個保利加通道頂線先嚇。嗱，暫時嚟講，短線咁計，佢嘅頂線就係103蚊啦。但係明年嚟講，梗係唔止103蚊啦。咁我自己初步嚟講，明年你話去到120蚊咧，我覺得已經咧係賺好多噶啦嚇。